大家好，我係陽光仔，受業主委託，今日嚟到牽晴間為單位進行鋁窗維修同埋全屋防漏工程。先嚟講下防漏工程部分，可以見到防水層有老化收縮嘅情況。由於防水層收縮，令到石屎外露，雨水滲入裏面，而影響到室內嘅牆身，引致嚴重嘅剝落。另外，由於防水層老化，雨水長期積聚喺鋁窗角入面，導致鹹水氣乘虛而入，簡稱爆棉花現象。如果唔及時處理，就會入侵其他鋁窗嘅配件㗎啦。我哋師傅嘅防漏工程，先會剷走舊有嘅防水層，再換上厚度為1半至2寸嘅密封防水膠，加強結構表面，降低受雨水磨損或者衝擊造成嘅破壞。如果簷篷位置足夠，我哋會加裝擋水鋁角，加強防水性能。另外，可以見到鋁窗配件，例如手掣同窗鉸嘅生鏽老化問題都較為嚴重。因為樓齡都已經26年啦，業主決定揾我哋一次過做埋鋁窗維修，咁就一勞永逸，無後顧之憂啦。工程完成。